老板，最近个黄金的高点是头干的，我们那一点么是预备撤脱的。没问题，但是现在要排队等一会儿。老板讲的开支搿点人数低，最近的行情你也看不懂，生意喊得饭也没辰光吃。白金、它里面存货还挺多的，黄金、白金，黄金、白金都有。把黄金拿出来，我们来先给你放一起。侪是烂货啊！我才是烂货啊！而且那种还有几户人数， 30几年，这么多。我主要看见那个视频子的。这就是 K 金的，这个的话应该也是。这个是99的。对，这个也是黄金的。我一朝毛个辰光，搿胸光窄了。小宝石现在都不要的。真的呀，现在弄脱侪不晓得这个。啊，这种宝石不值钱的。对，现在宝石我们是不要的。毛个辰光10片子高。那钻石呢，老板？钻石现在也不太要。黄金现在就接近56克了。你看呢，生意还高是吧？出黄金为了跑队来。来，外婆给你分别称一下，这个是黄金的好的。4.6克，啊，这个是铂金6.72克，然后这个是 K 金的。外婆，你这个量还是比较少的。你看看我们其他的6.73，这个的话2000多，一共加起来的话也有1万多了。来，外婆，谢谢老板，祝你生意兴隆。感谢，也祝你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